各位家長好，又到咗親子5分鐘嘅時間。親子5分鐘係旨在透過5分鐘嘅時間，分享一啲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讓我哋成為各位家長喺育兒路上嘅支持同埋陪伴，提升與子女相處嘅品質，改善溝通。我哋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 Sophie， 我係小葉。上一集呢，我哋就提到視犯錯為學習嘅機會，希望從小培養出小朋友講自己錯誤嘅勇氣，並且訓練佢哋喺錯誤之中揾到學習嘅地方。咁今集我哋就會傾下點樣可以培養小朋友解決問題嘅技能。開始嘅時候同大家分享一個生活小片段啦。有一日呢，我喺街度行緊啦，見到個小朋友呢，一路行一路打開一包 M&M 朱古力喎，三角形包裝入邊好多細細粒嘅嗰一種啦。咁小朋友好開心，諗住陣間可以食朱古力啦。點知下一秒佢打開完之後太大力收唔到力，成包朱古力炸跌晒落地啊！小朋友咧都呆咗，咁媽媽咧反應好快喎，咁佢即刻幫手執翻地下嘅朱古力啦，一路執嘅時候一路講，唔緊要㗎，媽媽仲有，下次你打開嘅時候唔好一路行一路開，要細細力開。好啦，故事就嚟到呢度啦，呢個故事咧都有值得留意嘅地方喎，俾幾秒鐘大家思考下，睇下同今日嘅主題有咩關係呢？我就覺得呢個媽媽咧實在太叻啦！佢好快咧就已經幫小朋友執翻啲朱古力啦，同時咧佢亦都提出咗一啲解決嘅方法，亦都咧好快咁樣點出咗個問題喺邊度喎。不過咧我就諗緊呢一種方法係咪真係可以讓小朋友學習到下一次應該要點做呢？如果媽媽用另外一個方法嘅，你聽下又會覺得點？如果今次媽媽用一個詢問嘅方法，問下小朋友發生咗咩事啊？係點樣造成㗎？你有啲咩感受呢？下次可以點樣做啊？等等，你覺得今次小朋友學到下次應該要點做嘅成數，同啱啱會唔會有咩變化呢？我覺得用咗呢個詢問嘅方式，可以幫助小朋友自己去發現個問題喺邊度，而且咧可以引導佢哋去揾到一啲解決嘅方法，令佢哋咧覺得自己有能力嘅，而唔係咧大人直接話俾佢聽要點做。冇錯啊！呢個過程呢，就可以培養到小朋友思考解決問題嘅能力。而且成個過程呢，亦都好尊重小朋友，亦都會鼓勵佢哋去思考啦，同埋解決。小朋友呢，就會更加容易學習到啦。係啊，我都覺得呢，如果呢個過程可以引導小朋友去諗解決方法嘅時候，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有印象啦，因為呢，佢自己思考過嘛。係啊，呢個技巧呢，其實就係正向教養入邊嘅啟發式提問。咁當中呢，小朋友參與咗，為自己考量，為自己搞清楚呢件事，邊啲事情對佢哋嚟講係重要嘅，佢哋想做啲乜嘢嘅成個過程。咁最後嘅結果呢，就係將重心放喺解決問題嘅方法，而唔係呢件事嘅後果。咁樣同將呢個方法強加喺佢哋身上就有好大嘅唔同啦。典型嘅啟發式提問呢，就好似你打算點樣做啊？你對發生嘅呢啲事有咩感受㗎？你覺得係咩原因造成呢一件事發生呢？你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啊？未來嘅你會點樣運用你學到㗎？你而家對點樣解決問題有咩諗法呢？咁家長呢，就可以從中喺呢啲提問度抽取合適嘅問小朋友。而之所以為典型，因為呢其實係冇寫好一個預設嘅劇本嘅。咁同時間呢，家長亦都要學習進入小朋友嘅心。可以點樣呢？就可以透過以下嘅原則去幫你啦。第一個就係唔好預設立場，即係對小朋友嘅回答唔好有預定嘅答案。而第二個呢，就係如果任何一方心情覺得煩躁嘅話，就唔好繼續問問題啦。咁就等雙方冷靜咗之後再問。第三個，誠心提出啟發式嘅問題啊！家長你可以用你嘅智慧引導你進入小朋友嘅世界，發展出同理心同埋接納嘅。最後用一個啟發式問題問下大家，如果小朋友能夠發展出解決問題嘅技能，會變成乜嘢模樣呢？呢個問題呢，我哋就交翻俾家長去思考啦。今集我哋親子5分鐘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繼續知道多啲關於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就請繼續留意下集再見。